同你分析下果下科技2655。咁呢間公司究竟做乜嘢生意呢？佢係一間儲電寶公司。想象下，而家興起嘅太陽能同風力發電就好似天氣一樣，時有時冇，唔穩定。果下科技就係專門做大型嘅充電池系統，幫電網、發電站甚至工商大廈將多出嚟嘅綠色電力存起，等需要嗰陣先用。佢最近2年好似開咗 turbo 咁，生意額翻咗好幾倍，仲好醒目咁，將主力由做外國家庭轉翻去做中國內地嘅大型基建項目，食正國家扶持新能源嘅大方向。講到個行業前景真係冇得輸，全球都要減碳轉用綠能，儲能設備呢個市場就好似一個會不斷膨脹嘅大蛋糕，未來10年8載嘅需求都會好勁，所以話佢身處一個黃金賽道，絕對唔誇張。好啦，到最關鍵嘅問題，今次 IPO 值唔值得抽呢？呢個可以話係個故事好靚，但盤數有啲令人擔心。吸引嘅地方好明顯，第一，佢 AI 加儲能個概念好潮，加上生意增長速度驚人，舊年上半年收入按年升超過6倍，好啱中意追增長股、睇前景嘅投資者口味。第二，今次招股有綠牌機制護航，即係上市頭大約30日。如果股價跌穿招股價，保薦人會入場買貨頂住，對短線價格算係有個緩衝，而且一手2000蚊左右，入場門檻唔高，所以首日認購都已經超額10幾倍，氣氛唔錯。不過要小心嘅地方亦都好實在，最大問題係佢有盈利冇現金。公司帳面開始賺錢，但係經營活動實際上係不斷使緊錢，現金流為負數，即係話佢接生意做得大，要不斷墊資。呢一種模式好燒錢，長期睇係有壓力。再加埋行業競爭白熱化，成行成市幾百間公司，好易要減價搶客，令到佢嘅利潤率一路被壓低。最緊要係佢而家定嘅股價唔平，係市場用佢未來會變成大贏家呢一個超級樂觀嘅假設去計出嚟。總而言之，抽唔抽真係好睇你係邊類投資者。如果你係後生、進取、承受風險、能力高，想搏一搏佢成為明日之星，可以考慮用細注玩下檔，參與個熱鬧。但係如果你係穩陣派，中意瞓得安樂，見到公司使錢多過賺錢，會心噏或者覺得個價太貴，咁就無謂勉強，完全可以等佢上市一段時間，睇清楚佢盤數係咪真係健康返，個發展係咪咁順利，先再決定都未遲。記住，新股熱潮有時只係一時，最重要係間公司本身嘅實力同你嘅風險胃納。再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啊！